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高高共學吧》。又到嚟民族，我嚟教大家做料理嘅時間了。今日我嚟做乜嘅咧？我嚟做兩個吊菜嘅炒七層塔。你要準備嘅食材有七層塔、吊菜嘅。好，現在呢，我先把這個蒜頭先下去爆香，一樣就是做很多料理之前呢，都是先讓它爆香，是最重要的味道的基底。所以記得哦，先熱油鍋之後呢，再用蒜頭下去煸香一下，還有我們的辣椒也一起下去弄香來。好，現在爆香差不多了，放我的吊菜葉放下去嘍。這個茄子非常的吸油吸水，所以我建議大家在炒的時候盡量不要放那麼多油，因為以前吃太油了。那我要下水嘍，我就要讓它燜了，因為茄子它就是需要用水來燜。好，現在我把鍋蓋蓋下去，讓它燜一下下。我記得咯，炒吊菜葉不用切切它，張港米哦。現在呢，我們來請觀眾朋友吃吃看好不好吃，就是我們炒吊菜葉不用切切它，要配飯才會好吃，所以要記得哦，炒吊菜葉不用切切它，張港米哦，好吃嗎？好吃，我先耶，成功！我又成功了，耶！不用切菜，看盘嘛，懂炒飯哦。懂炒飯哦。Hello， 各位朋友們，你跟我也一樣喜歡吃茄子嗎？在這邊，明珠帶大家一起來複習一下我們今天認識的新單字嘍。看到第一個單字就是茄子，吊菜葉，吊菜葉。第二個就是七層塔，七層塔，七層塔。第三個，我們一起來學一整句話哦。看到的就是炒茄子放七層塔才對味，炒吊菜葉不用七層塔，張港米。炒吊菜葉不用七層塔，張港米。下一次你也動手來學做一下料理吧，我們下次見嘍，拜拜。